手把手祷告手。在这个暗室里面，看起来是一间房间。我们可以猜猜看，这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房间呢？他的身份可能是孩子，或者是成人，还是他其实是一位母亲呢？我们看到这个花就是康乃馨，这是喜憨儿的蛋糕，特别为母亲节所制作的。他说：“喜憨儿喜欢你。”为人父母的，特别是母亲，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那怎么办？或者是有时候不是每个成员都想回家，或者是因为家里实在让人待不下，可能连母亲自己都不想待下。我想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正如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，就是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是啊，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别人不了解我们，但这位神他了解我们。我们可能生活中母亲很忙碌但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健康，不要忘记有一位神爱我们，即便在角落中那个花是干燥花，好像我们的生命也被榨干一样，但这位神就是爱我们。他不只是天父，他也是我们天上的母亲，供应我们哦，随时他欢迎我们回家。我们分享一件事，感恩，我们对母亲的感恩。一句话，抚养我们的母亲，不管她是不是还在世，代祷也为天上的母亲，像母亲一样的，或许是父代母职，或者是在你生命中重要的他人，但他就像母亲一样的，我们为他们来祷告。家庭的分享呢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件家里的母亲节，特别是今年的母亲节印象深刻的，让我们带到上帝面前，成为我们家庭中的祝福哦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